传统产业股票投资与宏观经济环境紧密相关，受经济周期影响显著。原物料价格波动直接影响传统产业的运营成本和盈利能力。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是影响传统产业盈利能力的关键因素。库存周期波动反映市场对传统产业产品的需求变化。全球经济走势对传统产业的国际贸易和市场需求产生重要影响。投资者需密切关注以上因素，以评估传统产业股票的投资风险。评估传统产业公司运营状况，需关注毛利率和营业利益率的稳定性。稳定的盈利能力通常意味着公司在规模经济或成本控制方面具有优势。健康的现金流和稳健的资产负债结构有助于公司应对外部风险。外部风险包括原物料价格波动和利率变化。传统产业股票投资关注点在于合理估值与稳定回报。市净率 （PB） 和市盈率 （PE） 是评估股票价值的关键指标。通过价值指标分析，投资者可寻找被市场低估的投资机会。公司稳定发放现金股利是衡量其投资价值的重要标准。股息收益率是判断股票是否适合中长期持有的依据。